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脫單指南研究所，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牧羊啦。不經不覺咧，已經拍到第7集啦，唔知大家最近過得好唔好咧？今日咧，想同大家傾一個大家經常都有呢個迷思嘅問題，就係熱戀期過後點樣可以維持親密感呢？關於一個愛情長久嘅秘密，你有冇試過拍拖初期兩個人熱情如火，日日咧都想見面嘅，傾電話可以傾到凌晨3點鐘，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大家開始好似冇以前有咁多嘅話題，見面慢慢變得平淡，甚至乎覺得無聊。有人話咧，愛情總會歸於平淡，但係平淡等於冇愛。點解有啲人咧拍拖10幾年都仲可以咁恩愛，但係有啲人拍咗3個月拖就冇晒火花？咁今日就等我為大家拆解熱戀期過後點樣可以維持親密感呢個問題啦。好啦，首先我哋需要明白個現實，就係關於感情點解會變淡呢？熱戀期過後呢，激情減退係一個正常嘅生理現象，因為我哋係啱啱拍拖嗰陣，我哋嘅大腦會分泌大量嘅多巴胺，會令你對對方充滿興奮嘅感覺，覺得對方係全世界最特別嘅人。但當你習慣咗呢個人存在嘅時候呢，呢個化學反應就會慢慢減少噶啦。所以當你覺得對方冇以前咁熱情，其實唔一定代表佢唔愛你，而係你哋關係慢慢進入咗穩定期。但係問題就係啦，點樣可以將呢段穩定期唔好變成無聊期呢？今日就同大家分享5個方法，可以維持愛情嘅親密感覺。第一就係保持新鮮感，唔好將對方嘅生活當成理所當然嘅個家私，好似有個家私咁樣，日日都會見得到。好多情侶咧拍拖之後咧，就會陷入咗個模式，叫做日常模式。拍拖淨係得睇戲、食飯、返屋企，但係請你記住，每一個人都係對新鮮感係有需求嘅。試下可以一齊學下啲新嘅嘢，一齊去旅行，一齊玩新嘅運動，煮下嘢食，甚至乎試下新嘅餐廳都可以。呢啲都可以令個關係保持新鮮嘅感覺。第二就要學識有質感嘅陪伴，而唔係冇意識嘅相處。有啲人呢，明明日都見面嘅，但係感覺好似越嚟越遠，因為大家雖然見到對方，但係心靈上根本就冇連結。與其兩個人喺度玩電話，不如嚟坐低傾下偈，分享下內心嘅諗法，講下感受。呢一種嘅高質量嘅陪伴呢，其實先係一段關係最需要嘅。第三啦，唔好因為習慣咗而忽略對方嘅存在。有時呢，
當兩個人拍拖耐咗嘅時候，可能會覺得，對方一定喺度啦，所以咧，我哋唔再好似以前咁樣咁注重唔同嘅細節，冇咁禮貌，好似一家人咁。但係其實咧，愛情最驚嘅，並唔係爭執，唔係鬧交，而係漠視同冷淡。多啲講多謝你，我愛你，我掛住你。唔好覺得呢啲說話咧係唔需要講出口嘅，因為愛係需要講出嚟，對方先會感受到，先會記得。第四咧就係保持自己嘅個人成長，千祈唔好淨係圍住對方一個人轉。有時候愛情變得沉悶，並唔係因為對方變咗，而因為自己停滯不前冇變過。你要保持自己嘅成長，例如學下新嘅技能啦，提升下自己嘅事業啦，令到自己變得有吸引力、有話題性、有趣味性，成為一個更加好嘅有內涵嘅人。咁確保對方就會對你有新鮮感，同埋欣賞你。最後一樣呢，都係牧羊覺得係最緊要，就係身體接觸 （physical touch）。呢樣呢，係我覺得係愛情最強大嘅語言。唔知咧，大家有冇發現呢？有啲開始關係變差嘅情侶，好多時候都缺少身體嘅接觸。有時一個簡單擁抱、摸下頭仔，或者一個親吻 kiss，都可以令到對方咧感受到，其實我仲愛你㗎。呢啲細節千祈唔好忽略。有時千言萬語都唔及一個真誠嘅擁抱。去到最後呢，都想同大家分享，愛情唔係一時嘅激情，而佢係一個長久嘅經營。維持親密感呢，其實唔需要做好多嘢，唔需要搞好多大龍鳳。只要用個心去好好愛對方，唔好當對方係理所當然，唔好覺得慣咗就算。其實一段關係係需要好好咁經營，先可以茁壯成長。面對唔同嘅挑戰，一齊經歷過嘅唔同嘅難關，共度嘅時光，呢啲嘅養分，都係會令你哋可以繼續一直行落去，成為一個更加好、更加出色嘅自己。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5個方法，可以維持一段好好嘅關係。唔知大家覺得，聽完之後有冇幫助呢？歡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你對愛情長久嘅睇法，同埋記得啦，follow 同埋訂閱呢個香港脫單指南研究所。咁我哋今集呢就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見，晚安，拜拜。